来看第59届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昨昏公布，公司台记台的戏剧盐水大饭店有入围7项，另外圣诞夜季节是入围电视电影奖。也那囡仔节目首先迄一天，内底的少年主持人之一景俊杰，伊入围儿童少年节目的主持人。台记台第这一届有入围18项。最后一个入围的是盐水大饭店。第59届电视金钟奖的入围名单，公司台记台的戏剧《盐水大饭店》表现出色。总共入围包括美丽剧集奖、美丽剧集类的导演、编剧、男主角、男女配角，还有原创歌曲奖，当中7项大奖。今年的戏剧种类非常的多元化，然后我们评审组合也非常的多元，除了制作人、编导演、演员。还有其他的专业技术的人士一起参与，所以整个讨论的过程我参与的第一组，我们讨论过程大概有7个小时。还有公司台记台电视电影作品《夜王》是入围美丽剧集男主角奖，圣诞夜季节入围电视电影奖。在节目类的部分，台记台节目收成的迄一天，透过走找龙溪川内底讲台语的囡仔，对因体验收成，甲囡仔生做伙的少年主持人龚俊杰。头届主持节目也入围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。其实所有入围的节目，甚至有的没有入围节目，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。台湾的综艺节目其实繁花遍野，但是呢，事实上也跟环境做非常大的奋斗跟努力啦。能够今天有这样的很好的成绩，其实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啊。另外，台记台的节目看过，那是思念心所爱的歌，海海岛男先生也入围节目类的摄影、电光等等技术类奖项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第59届金钟奖的报名数量，戏剧类956件，节目类有886件，要竞争48个奖项。颁奖典礼分做2天，会伫10月18、19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。记者郭美玲、邱凯台北报道。